家家有好食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 Zavi。大家好，我係何欣欣。你懂我愛個鏡頭咧？我知道，係非常的百變嘛。百變。啊，那最近看到蔬菜啊，個東西喺邊，他媽的，有冇？就買他媽的。你唔知咧，當流行食材，唔單將台灣、亞洲、歐洲、美洲，哦，拜託，吃素已經變成一種時尚。哦，我定嘅意思啊，就係你係老你係 fashion，老實在畫上等號。就實在出去 fashion 出去實在，唔過當中有係乜概念冇？實在而是好，是到健康，是到百變，冇咁簡單。係啦，因為啊，有哦，我有感覺，因為啊，比如講我個姊妹啊，今日睇緊呢東西行啲實在，因為它可以調整我們的生理，的環保。講我渠道吼。實在就係實在，冇乜嘅變化。哎呀，結束唔好，唔對嘅地方，實在你要做嘅是當健康、當好食、當好看，反正當健康，唔係嘛？樣板變化啊，肯係感覺有難度哦。像啊，就冇啦。他媽的，樣板百變素食呢？所以用他媽的精神，容易介紹當厲害主廚，來介紹當 fashion 的實在，好冇？好。歡迎呢主廚總師傑。傑哥。傑哥啊！哎，傑哥你好。大家好。我講吃素，我剛唔記得講一件事 ，attitude，態度。唔信你看哦，你要做菜菜，師傅，那你看你什麼叫態度？來 top model 一下，看你講，3、2、1。有冇？很多朋友。好。吃素就像是太感不高，一成不變。什麼叫一成不變？就是大家拿出來就大家以後是你看隔壁編發一下就知道啊，吃素也可以吃得很有趣。又多一個詞了，有趣。錯冇？師傅係咁講，你搭拜來啊，當時做煮到摘菜。唔過你係當然是真係講嘅錯冇？係，當多咧。係啊，隔壁做得接素。差唔多業務好冇？本嚟嚟本太家啲講，實在沒做食到當有偏花，好冇？好，真嘅咯，真嘅。偏油嘅哦，跟住用啲南瓜好冇？好，嚟開始做第一道菜，做乜嘅？因為做南瓜排骨濃湯。開始嚟做咯。好，那用幾係冇？係。那讓我再跟他相處5秒，好不好？好，5、4、3、2。OK，開始，好，有供應咧，有供應咧。好，因為是用幾雜嘅南瓜吼，做個種南瓜嘅器皿啊，吼，裝湯的器皿。哦，你係盡量係幫鋪幫佢做飯嘅係嗎？做飯啊，做飯啊，做飯，好，我一下就是先撈佢地盤肉挖出來哈，我示範一下。好。啊！你準備你係炒刀啦，嗬。你往鋪嘅做飯嗬，依家後嗬係睇到嗬。係，是即係兩個咧，就碗嚟嘅後嗬。凍下去嗬。我的南瓜。哦，安尼，因為個刀係有個彎那個，嗬，這樣弄起來很像一個花瓣的感覺。對。唔講個生意哦，小朋友一啲哦，做唔得學白學哦。人哋廚師有練過哦，好，你要有一定技巧哈，天天嚟bắt起啦，因為地板都有嘅有囊哈。哦，揾咗出嚟咧。啊，你做蓋嘅係冇？係啊，做蓋嘅哈。一先一字哦，蔬菜切開，切開。cái地板都喏，就用湯匙嘅哈。地板一個字哦，bắt起哈。阿婆啲顏色嘅時節，啲顏最好食咧係黃埔白，佢都會用黃埔，因為以前我考中菜，佢會用黃埔做黃埔白，哇，那個味道是我一輩子到現在可能也都忘不了的味道。那這個吃做過都失敗。
用底部度的个浓吼，还有籽挖出来，挖鼻腔，嘿，撒好来会做乜嘅？撒了，就用拿了草刀吼，要底部一个肉，等它了肉戳下来哦，做得就煮个浓汤。哦，底部度嘅肉，就底部度嘅肉咩吼？摸伊底部嘛冇辣法啦。等下，佢安尼先戳下來肉，用煮的要用整的？用整的哦。用整的，幾隻係整，連了整。連它要整。你佢唔做嘛，冇幾隻哪一整就好。收入冇平均啊。哦。因為肉凍盤。我知你喺講第一幾隻哪一整，冇俾軟停，你戳幾嘅時間，càng會爛停，會爛窮啦。好。好，按住差唔多吼，差唔多咧。肉了冇按多，本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做了公雞檔吼，當然因為佢較硬啦，迄個卡度有較硬嘅同時，其實按你白咩做得？做得。好，你直接講嘟好，師傅有啲係公雞，做得按你戳下來肉，出拿來按你這隻整。這整之後咧。哦，這隻整，我啲師傅當用心，佢講一整差唔多幾久，怎麼樣？差不多15分到20分，看黃埔的態勢。係，將你按態勢，差唔多咩？你啊，所以師傅整好誒，整好咧。打開來，所以你家戳開誒，還有整個肉先拿出來，跟住都用邊旁邊咯，嗬。你係做嚟用嘅係嘛？做嚟用嘅。其實後來做乜嘅？做齋嘛嗬。係，其實係特別，因為你做白菇濃湯，白菇係，所以菇類是最主要。主要的是菇類。其實你較少看到嘅啦，嗬。你係乜嘅菇？猴頭菇哈。哇，猴頭菇。猴頭菇是菇類裡面還算是價值蠻高的。跟你係買早嚟泡。早嘅泡嘅，係早嘅，係早嘅。還有我看到它特別的係料。呀，面蟲，面蟲，面蟲，你平時食啲面蟲係切過嘅，切過嘅，素燒啊什麼的，你係幾條嘅哈？好，你係乜嘅？要素火腿，素火腿，全部宰嘅，全部宰嘅。好，來開始做。我給你全部嘅食材哈，那全部切丁啊哈，大丁狀哈。好。啲香菇啊，又是種係本嘅實在嘅，你拿來潤溶嘅食材哈，因為它有很豐富的營養素，所以它是那個實在嘅，你一天活力的那個，對，滿滿的活力。對，它多糖體。菇類多糖體最多了。好，要猴頭菇。好。要香菇掛嘛做嘞？一斤哦，唔好浪費。有同人員講實在現在冇按到啦，吼。唔過看人啊，我知道有的看人愛利用乜嘅樣嘅食材來做，一天要做到無強，佢俾出去當好嘅機會，吼。係講像我有朋友啊，佢細做實在，規模抗人實在，出家庭人家家以後是向師傅來同大家講，你摘出來這樣蠻做，好，你家嘅生嘅香菇咩切嘅哈，還有呢杏鮑菇一天愛變落去吼，因為佢口感老氣，無強用，係攏其他香菇，菇類都無強用吼。等它咧全部會殺過。哦。殺過係。菇類嘅東西哈，耐煮，這就是一般的蘑菇誒哈。蘑菇就是羊菇，羊菇。好，要面腸啊，面腸，強用哈。有冇特別標面腸的地方？有一個飽足感，還有一個口感。蛋白質，蛋白質豆類，對，豆類，豆類面，澱粉類，好，還有素火腿啊，強用，切丁。強用哈，全部大小都一樣哈，一致。甜豆，好，等它了出來就切。好，珊瑚菇哈，白熟，用白的哈，好。給切的部分出做得嘞，切做得嘞，沙來做乜嘅？沙來塞了調味料，好，要水滾咧，嗬，全部強下不用做得哈。
东西了杀吼，我先炒了。好，油嘛，跟奶油。好，哦，直接有奶油。你的奶油係用無鹽奶油嗎？係無鹽奶油。當將南瓜濃湯用奶油凍合，要撈個西式料理，西式啦哈，就是結合一下，好，麵粉，好的，要過篩嗎？通常要過篩啦，通常是過好了，對，過好了。好，好，不用下去。慢慢放哈。今天不用哦，冇夾起。那種方式。主都會利用啲凍凍的地方，譬如講我們在煮玉米濃湯的時候，對，也係講我們要做烤白菜的時候，對，絕對是白醬。嘿，用骨頭皮滾怕，先滾一下，好，按差唔多，有個牛啊用，好，牛嘅，燒來不用乜嘅，燒來奶水，冷水，一般來講，你去買冷水嘅時間，買嘅係就是沒有調味的哦，對，不要有味道的。給你，譬如講，你去便利商店買嘅，那種全脂脫脂嘅做得冇？脫脂嘛做得啦，做得啦，一罐咧，嗬，古嘅牙先留起來，哈。好香哦，這個麵糊做得好，來，不用動，不用練哈。好，少水，還有點水。哇，這菇類煮過好香哦。不用涼水，不用水做的哈。全做的，那今日看到我朋友生日啦，哈，佢啲臉書出 po，因為佢實在嘛，給朋友送佢素的三牲，做了凍秋。有那個三層肉啊，還有素鴨，跟素魚做得好像哦。好，然後是南瓜泥，功夫我們來濾完後到多吃醬，拉一手嘞。它其實裡面有水溶性的纖維，對，它其實落去呢，等解沖味就會變成一個凝膠，它反而是控制血糖。控制血糖。對，所以它反而是適合拿來入菜啊，或是你怕你的那個糖分攝取太多，是適量的攝取南瓜，對，係好解食材。好了，幫我就好。然後調味了哈。好。咁東西要滿香了哈。對。來嘛該。通。好。講下葱嘅唔怕。因為南瓜黃埔一條味，做乜要變糖？冇啦，也甜土冇啦，好，用家下嘅啲濕糕咧，加甜豆豉，甜豆沒奶煮，好，用家濕糕嘅所有的菇類啦，還有我們的仔菜哈。好，混啲先咯，要是種地陪落啦。好，哇！像因為你做泰菜嘛，所以你嚟黃埔用到客泰。咁佢像啲蛇家天啊，又係像要成面咧，你做啲咩嘅客蛇，譬如講栗子南瓜啊，該做啲蛇揾成面就直接安排落去，該種嘅品種嘛做得做。哦，哇！按你說，胡椒粒，好來，真甜。哇！好，來，做得咧。其實咁簡單嗬，沙沙巴也冇乜油鹽。掉起來按醬，時尚哦。時尚哦，時尚，做得好，做得好。好來，時尚嘅，按到乜該搶太假式，南瓜百菇濃湯。嚟咯。用的糖，用的冷水，嫩嫩的哈，因為加奶水的關係啦哈。
再来辣豆瓣。其实素蚝油当好用，唔要做在菜的情况下，没有当然用素蚝油。因为佢生有嘛吼，一酱，新酱，加米豉油豆味。吉拿桶的嘛，刚刚看到。吉拿桶是甜筒啊，就是甜筒。哦，哇，让它有一点点上色，有点焦化的感觉哈。哦，可是生了，这东西。每周得懂时尚，懂时尚之外，你看啊，含着朋友中，我认真的啦，我认真的，好，你还加那南瓜浓汤嘛，哈，加浓汤好让人惊奇哦，因为加浓汤的稠度，有的浓汤是有个微黏的嘛，佢要吃到讲，喉咙扭改，可能因为加了当多的木腔的谷类，还有加咬到ที่後的體味，还有好多的口感哦，精神百倍啊，然后時尚。我講聽聲啊，吼，師傅就偷偷人來講，佢係我是下刀的，不要被你搶走。那麼講，因為佢講為按殺嘅係認為哦，旺鋪特別嘅香菇啊，是提神養氣，還有抗氧化、抗老化。什麼人特別是下刀的啊？那你多吃一點啦，你現在年紀還很年輕。我想說還是讓你好了，我看你可能更需要。跟你說好了，用時尚的態度來介紹海頭出來做得時尚，你愛時尚哦。時尚哦，你愛時尚。你的時尚，你的 model 時尚應該買，做唔得 sell， 做唔得 sell 啊。嚴肅，嚴肅地位都有態度。我來看到4個師傅的百變態度，天一都出來了嘛？氣死魚香嫩蛋吉拿桶啊，吉拿桶不是氧氣桶。南充嘅名，我覺得還是要讓師傅好好學。你來試。好啊，怎麼這樣子？氣死魚香嫩蛋吉拿桶，來看好。再來做嘿，氣死嫩蛋魚香吉拿桶。氣死香魚嫩蛋吼，我上會到。唔過後邊嘅吉拿桶，好好解釋一下。吉拿桶你嘛，剛剛看到。吉拿桶是甜筒啊，就是甜筒。跟中文很多吉拿桶。拿到做些事來就吉拿，哎呀，水拿出超來。哎呀。哦，是在用那種甜筒來生，還是懂貼片？我覺得你要好好學。好，來開始來做哈。甜筒一定有嘛，你下隨時都買得到。你講甜筒，而家做得溫配得東西都做得啦，哈。貼片咧食出來，撞到按樣型呢，因為你要較講暈頭。故所講食材很重要，哈。你準備食材，我看到它貼片咧，你係乜嘅？洋地瓜。洋地瓜，除了呢掛子啊，閩南語哦。外頭都係，我攏用講掛子。哦，外頭都係洋地瓜，你上到馬鈴薯啊，沒有，樹薯，沒，哦，就叫洋地瓜哈。哦，當然其他食材，冇食材都食到嘅，譬如講豆腐乾啦，哈，啊啲豆筍下來，就看到有生菜啦。等下看樣板，用兩豆素的食材組合到這個甜筒底部，好，開始做。其實呢樣菜吼，魚香烘蛋的一個概念啊，好，咧開始哈。好，洋地瓜，洋地瓜用黑豆啲那一啲，做啲常識，常識嘛做的。因為你下個台菜中流行嘅嘛個生菜蝦鬆有嘛，底部是就不用了，叫唔像比起，比起唔像哈。應該有試過你係用個杯子啊，記落去切一條，用杯撞動到個搶出來，全部用一條，按就混醬落去就係你係蔬菜棒。對，蔬菜沙拉棒，炒，切悠悠的哈。講一下，做乜嘅魚香沒有魚，它就是一個名字，它就是一個名稱而已。對，它是一個類似做一個魚的料理的一個醬，對，它衍生過來而已。好，切顆粒狀哈。好，沙律切的係香蕉。
先切条哈，然后再来一样切颗粒，所有食材都切颗粒，所有的食材。来放到甜筒里边去。你刚一开始就讲，你阿当到世界各个国家人都这些事哈，包括很多明星啊，他们其实吃素也是提倡环保的一种，减少碳排放量。香菇，就用香菇来切，一粒。你先把它片一半。片过，不要那么。直接切的话太厚了。哇，还想讲，这么可爱的甜筒可以装到这么多的东西哈。而且贴不管。琼蓉先拿给片一半，片成3份。贴不管没有切安的油油的。琼蓉，其实食材的变化做得看一家好生嘛，你上岸用盐嘛吼，做这些东西有学到是做的，姜嘛，但它会爆香的哈，偏香的哈。实在人姜嘛，对实在人来讲当葱油的哈。当葱油的，伊做唔得是酸甜。系啊，春咧做姜嘛。我是那个香椿啊，替脸茶啊，他说是这种还有梅头的东西啊。好，姜嘛，姜啊切油油。芹菜哈。好，芹菜，芹菜咩当葱油？芹菜嘛当葱油，实在油。好，再给你下师傅做乜嘅？跟住哈，卵哈。卵地位叫对不对啊？冷水啊哈。3:1差不多，3:1就好，好放掉汤。好，用汤匙好了哈，按你较准。好，一下不用汤。对不对？甜甜咁用。好，还有乜嘅？唔是嘞，那样好了。用点糖，用点冷水，打配散了哈。好，正见卵哈。好，就是你个香嫩蛋。你特别你冇冇食材哦，适度较大的材，譬如讲，可能因为想爱摘出来想太材嘛，就用那种勾芡的方式较大，好，是摘出来啊。好。弄到较大的卵吼，但油冇烫，唔是烫热，冇烫烧，冇烫辣，我等下如果炒起来冇按解，按嫩啊。所以你一卵係先攞去攪一下係嘛？嫩嫩的哈，因为加奶水的关系啦哈。可以了，滑嫩就好了啊。好，按你先把嫩蛋先做好。好，再来做嘛。我嘛唔是细哈。我唔是细哈，都要啦。如果要软。同样係仔要軟的香味。切油哈。好。再嚟姜嘛。先煸一下。傾一下香。用好。好。沙落去煸的係豆腐乾，一定要先煸起香，煸起香來哈。沙落去煸嘛該？沙落去辣豆瓣，好，全部應該一般就好了。一凍香啊哈，薑薑香多，味頭出來哈。토마토， 好，番茄醬。不吼，今下洗掉诶。是起来就有点酸甜。酸甜，上面开始变冇香用诶。好，你係素蠔油，
其實素蠔油當好用，因為啲一般唔係做雜菜嘅情況下，沒有當然用素蠔油。因為佢嘅色有嘛吼，一醬，先醬，加米豉油到味，好。香菇下去，洋地瓜，洋地瓜下去，水，好，冇太多，哈，因為你嘅那些青菜要出水哈。本佢有熟，糖哈，好，現在是糖較多啲是咧，所以才甜甜啦。好，來，彩椒，好，用啲彩椒全部放落去，彩椒剃梅冰哈，啱咪變色哈。還有加個全菜飯。你係乜嘅？太白粉哈，太白粉，要勾一下芡。梅筍，要有新時候咧，冇俾出水哈。一啲點出來哈。多用所有嘅食材，因為勾芡嘅關係，鹽控下。少少做得撞哦，做得，唔驚佢暈踢。馬上要吃了，馬上要吃哈，一下子咧，冷掉也不能吃啊。那香港一本太敢看講下，好，先不用亂亂哈，不用下去對啊。哦，你看其實有一點點咩像壽司的握壽司的概念哈，迄帶下迄碗海苔咩做得啦，唔過較強軟，用啲比嘅種嘟嘟好。做得不愛做一張咯。對啊。好，先不用你的嫩蛋，好，這個來不用你加炒的料。難得大廚到我家，要給他鑑定一下，這樣回去做才不會失敗。真的。哇，按做按你出貨嗎？哦，還蠻好哦。好。你改生菜。生菜不用上去。這個生菜下去哦。哇。好漂亮哦，小小盆栽，好，按你好，還蠻好，cheese 片哈，嘿，不然動太多嘛，你這個修了肚肚哈太細，送上很時尚的噴槍，好來，要炙燒，知道嗎？好，至少火不要太大。嘿，莫太大哦，等下手到旁邊啊。好來，吃哎，一滴滴嘞，哇，讓它有一點點上色，有點焦化的感覺哈。哇，好漂亮哦。莫講啊，那出已經真緊沒法都係個甜筒冰淇淋呢。係啊，你看佢的動向還是嘞？哇，好棒哦！視覺上也很厲害。好，你好誒哈，好來，佛管體，你出做好誒哦，做安尼衫，端着這個出去有多時尚。龍太家講，搶太家說的係乜嘅？cheese魚香嫩蛋吉拿桶來了。这个没当好是面轮哈。你係就係打拋肉的面輪，面肉的口感代替肉，梅乾菜，一天都先炒過，而家會用米，炒會挑落去。好，檸檬，最後檸檬下去，下去，我會切切，
哦，储备箱万用的哈，好棒哦。然后种落去，啊，冻等一下哈。对啊，好可爱啊。欢迎来到 Andy 时尚 Party，什么牙医，什么世界师傅，干杯！好酷哦！我印象中是甜筒的米西，你知道，我们印象中会先入为主，吃到一定要种冰淇淋啊，甜的，不过因为有给 cheese 加炙烧锅的，甜到给 Andy 的料底外度，这个料那个味道哈，你咬下去的时候它是冲出来的，所以你双杯三马当杯那俩米西，然后对底下又是不同的感觉，好厉害哦！韩国改辣豆瓣啊，辣 cheese。有没有安合哦？都好是哎，辣，不过有时都该去这个奶香味，果然很时尚哎。比如讲，fashion，比如讲你咱们出去哈 party，是喝酒，我们就你好啊，撒哈拉那去那边顺飞啊，巴黎，系嘛法国，也系意大利，那去那边，青菜就是。你是不是被我时尚？你是不是被我时尚的感觉震慑住了呢？啊，用介绍我们客家没懂时尚哎。时尚。有。做得到 Andy 嘅客家才带到时尚的境界嘛？做得好。做得啦。做得好。T 三套时尚来。梅干素食打抛肉做小餐包。他已经有了。你再一次。你给重新走的。他刚刚有一种媚眼呐，我学一次给你看啊。梅干素食打抛肉做。再次好不好？拜托，就刚刚的 attitude，态度，预备，开始。梅干素食。好，只有一次机会了。梅干素食。我讲不下去。打抛肉做小餐包。拜托。加糖到打抛两张诗，我就想到泰式。好。我底咧它实在没有泰式，不过你我看到安尼料，也不是泰式啊，因为有梅干菜，泰克式，这是 international 的时尚哈，概念是从打抛给来哈，打抛其实是我们的炒那个什么绞肉嘛，哈，古时候讲，你用这概念来，我出最想到讲，应该也是要切的碎碎的吗？对，也是一样，做的棒翻脯肉，脯肉当杯，好，它特别的是讲，你唔係食飯，来看到是小餐包，古时候讲这个料呢，吃素也可以吃得很西式、很泰式，甚至很客式。古时候讲有嘛干？有料，好梅干菜，用梅干菜来做你仔菜基底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不管它简短也好，我们加到那个打抛里面的话，唔定有蛮感觉。好，来开始来做。好，杏鲍菇，切细粒吼，那唔好太细啦。杏鲍菇真紧是浓厚的食材，不管你做菜也好啦，也还做粉呢，煮汤用炒哇，甚至做沙拉。对。好，沙拉来切嘛。沙拉啊，tomato 细杂的吼。芎用爱炒嘛吼。这芎用爱炒，对半切熟的。好。过来。过来切嘛个。菜干哈，你鹹菜乾細個嘅哦，細個嘅係，沙係細鐵嘅，冇姜鐵鹹嗬，係，鐵鹹啲啊，還有沙嘅，係，好啦，佢切魚嘅，辣椒嘅，好，辣椒誒，真的是打拋的概念呢，這個地方會滋吼，用中鐵唔按辣。好，其實想要吃辣的咩唔怕啦，哈，不用辣對喂。是那個字就不是白開的，那就是字在辣。沙拉切嘛該面輪哈，好，那粗麵還是真水真好嘞。嘿，秘法，秘法，冇，那是真長久哦。嘿哦，
不按架，我这个要当花生面轮哈，可以素烧，可以放在肉里哈。啊，你爱就是打泡肉的面轮，面肉的口感代替肉，好，按你量来哈。像用切到像肉安尼开始哈。啊，芹菜。其实讲人家芹菜要做得多吃，因为今年你压力太大，然后可以预防高血压。姜嘛。去前菜，按你量差不多哈。小可切一下说，嘿，本季面丝不出来。唔会等它有冇全部规条。哦，柠檬，柠檬等下要调米用的哈。打泡肉底部有。又酸。柠檬，几支，一个准。所以你看。破坏它的组织了哈。就够了，你一张出来哈，好嘞，爱开火哈。用好了姜嘛，好，姜末哈，爆香了。有上次去传堂啊，迄杜都讲单枪一定用啥食材，不过其他人无食材，用个啥用蛮做套餐。哦，对哈，套餐本给先，就从前菜呀、主菜呀，到后来的甜点哦，每周得做菜的哈。好，后来是梅干菜，一天要先炒过，你才会香米。哇，香味出来了，好香哦。后来要面轮哈，好面轮。其实係用豆皮咩做的哈，火锅嘅做的嘛。豆皮將伊炒下去嘛吼，會散的。哦，伊個口感會冇啊，你按嗬，撲撲天啊。係。炸過買，炒過買會散的。加些油落嚟，油冇啦。面輪咪含奶煮。係含奶煮啦，係。好。炒會跳落啊！好，辣椒呵，好，辣椒下去。tomato 係啷個一種酸味來源哈？炒一下，跳油哈。好，會燒一下哈。好，炝一下鍋。鍋邊炝。啊，唔好跳糊啦。係哦。我炒緊糊嘅。磨石看起來冇好看。哇！糖。好。胡椒粉。胡椒粉。综合一下里面的咸味。好吃哦。好吃啦。好，用大啲芹菜放落去。還有呢，去前菜。哇，已經有泰式的感覺。因為它吃素是冇用該魚露啦哈。冇標魚露，就檸檬。最後檸檬下去哈。下去。哦，皮色凍醬哦。好，哇，安尼算完成係嘛？料會完成的哈。料會完成，好香哦。小餐包哈，上面挖空哈，刀子斜斜的下去。哦，有一個開口笑的感覺。刻花刀出現了。哎，這個餐包很重要，底內直接就是讓它有一個碗的感覺，一個那個斜角斜度這樣子啊。按你掐下去，沒鬼下去哦。好，這個切一張，慢慢掉本太下寬哈，比本太下寬。刀子斜的，都會掐。哦，除非像
乱用的哈。啊，唔好团啦哈，唔好团，打开来。打开来。哦，好。好可爱啊！来看你来，当时你来买个面哈，当油，对啊，当想要咬一口的感觉。啊，打電話問啊，冇係朋友，嚟會買嘅。哦，變用哈。誒，好，做6隻，好。好。好，好來是。那佢裝落去。裝到200度。係，到200度。好棒哦。安尼就算一炸。迄讲啊，冇做咸的，做甜的东西。好，譬如说，我们把水果比较干一点的水果，做成这样子沙拉，然后放进去。不用200度没做的哈。哇，好可爱！这样我又想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你看，做对吗？做对了。做对了。好，来。記得嘅雙排果亦冇切斷來哦，切斷出出冇安尼效果嘅吼。係要落體。係要落體咯。清涼啦。盡量。師傅係啱冇注意狀態，唔會扣錢嗬。唔會，係咪扣你嘅錢？啱人嘢挑價嚟唔知。哦，用打泡的概念。这个加上他改元素，做了真的，我觉得这叫做时尚哦。就像你啊，东东后生人讲客家话咩一种时尚。哇，好可愛。好。暗醬暗沾掉，排站。動等一下哈。對啊，好可愛啊！好，起到暗穩，掉起來食，心情很好。來，掉起來，像主廚人一講，哦，我請大家是嚟乜嘅？梅乾素食打泡肉做小餐包。嚟個。生出來樣戲，鹽地海鋪，鹽地海鋪嘅邊樣買戲，鹽不鹽食到，鹽唔食過嘅，仔嘅，打泡嘅，完全打破我過去的傳統。剛好都係食到肉哦。係，我感覺用啲係泰國嘅概念來做安利嘅客家菜嘅料理，其實呢就是跟那個每一個世界國家的特色有連結。歡迎嚟到全客家最時尚嘅家家有好食，今日正經當什麼呢？什麼食？我先來看今日暗醬嘅舞台，有暗醬嘅包子，還有暗有態度嘅甜筒，還有那個你怎麼一直笑？你笑也很時尚真的，但是不要像歌仔戲的笑好嗎？吐司咬會跑掉了是，來，唱聲。你是東西編呢，時尚，老年好嘅啊！哦，哇，給點時尚的說法吧。
用办学起来。我觉得人生出来用戏，人伫海浦，人伫海浦嘅边用买戏，因为识到，你唔是识过嘅，仔嘅，打抛嘅，完全打破我过去的传统。家老豆还是懂肉哦，真挺，老豆还是懂肉，还是懂了。面轮做的感觉，嘿，难怪我刚问讲啊，用豆皮的花，我第一个感觉诶，迄山体的花就没有嚼劲，就呛泡。我感觉用了泰国嘅概念来做印尼嘅客家菜嘅料理，吃起来就是跟那个每一个世界国家的特色有连结。都好食，系啊，我感觉啦，大家做得自家。做看啊，係講老人家冇習慣食你係餐包，其實自家做得夾那個饅頭，好，我就幫忙食。我們嘅客家人是照沒做得動時尚。哎呦，係嗎？你還沒有態度誒，哈，沒有時尚嘅態度。不過真係當沈蒙師嘅師傅啦，哈，唔但將做本你暗後式嘅仔嘅料理，還俾你看到冇口用仔嘅料理。當然係冇看到冇口用嘅牛。對你嚟講，實在冇實在嚟講，其實冇乜個差別啦。係啦，我上次問下口味嘛，有啊，係啊。哦，係啊。你阿啲好王菲啊，因為我每期一見上次還是到我口味。没以後，好啦，開玩笑，沈蒙你本來你在吹又上了更另外一層樓哈，我做同學，記得咯，下半年姊妹講實在的時間做兩比賽，聽錯愛啊，做的時間一天你講乜嘅？時尚態度。啊，我們用謝謝你給我們這麼棒時尚的料理，好嗎？謝謝。各位鄉親朋友，我容易講。實在你做得像你食落暗好，食落暗醬，食落暗有態度啊！嗬，不過重要係要食落健康，嗬。當然啦，唔愛食落健康之外，要有一個態度，出一天數看，我記得咯。好，態度。家家有食。半樣國家來主食。怎麼了？啲客人嗬，對啊實在嗬，為咗健康嗬，為咗環保意識吼，實在引嚟咧多咧吼。咁邊落咧節目吼，帶來上紅菜吼，有啲無有結合客家料理係客家元素吼，來做一隻客家菜，哦，有嘅是撈西方料理吼，結合起來吼，撈菜吼變成冇強用嘅一種想法吼，希望大家會喜歡吼，希望。